大声朗读的手机程式来念。我教书得了职业病而失业10多年了，因为忙又熬夜伤肝，过劳伤肾，上课讲话多了伤元气，口开神气散，思多血气衰。但是我有进修得到宗教学硕士学历，8年前因为照顾家母而没有找工作。人的体能会变化，离开职场多年想再上又担心身体不堪长时间上班，所以只在家用网络工作，上传影片到我在图贝创立的道亲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频道，目前订阅人数已快要达到1300，档案数已超过3万。内容综合类似佛家说的五明之学，佛学内明，医学医方明，语文学声明，科学工巧明，理则学音明。有在道场学孔孟圣道传统文化的，有植物花草的，有寺庙参访拍摄建筑装饰绘画雕刻的，有拍庙会绕境热闹活动的，有拍电脑报读软体逐字念朗读13经国学教材、古文观止、群书治要、史书等等的，有拍浏览好文章的，有拍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的，浏览自己用电脑处理制作的简明泛英汉字典，还用电脑荧幕或手机荧幕录影产生浏览图背影片目录图文形式的影片。现立的影片播放清单已有数百项，例如朗读佛学名相词典、学生参考资源、到佛仙网络大学资源推荐、闽南语读诵3教经典、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1年多以前向图贝申请审核成为的伙伴，目前人数已达到1000的要求，但是观看时数还差个300多小时，所以到网络多做宣传，期望以后能有一些经济支援。用大声朗读手机程式来念。